再来看南部这几天拢下大雨，高雄林雅有路边的树啊倒落来，险啊去陷着车。高雄中澳嘛因为积水哦有土石修理来运动场，因为雨水未少，科化的情况嘛有改善。高雄的水情灯号已经转做青灯了，气象局嘛继续搁针对屏东、高雄搁台南发布大雨特报，所以民众要爱特别注意安全。倒去的树离汽车无到50公分，差1点仔跌着车。高雄13透早搁落起大雨，明雅寮区福建街发生路树倒去的事故，大概4公尺的树啊占据大路一半，永公司协部赶紧派人来处理。连2日大雨造成不少地区因为排水袂赴雪积水。高雄中下10日运动场竟然出现土石伫水中游，疑似是为大排顺水流一路修入校园。师生看到真意外，赶紧先接进校园的生态池。地下水位高后，对，所以短时间强降雨之下的话，造成这样的积水。走过去就看到有一条黑色鱼游过去，就觉得还蛮稀奇的。大雨也让高雄水情灯号专登去青灯解读科化。屏东邦寮杜运路10日也有路树因为雨伤大倒去。警方到达现场后，先行维持现场秩序，并通报台电、乡公所及相关权责单位协助处理。受地流方面影响，下昼恒春半岛继续落大雨，应管超过2公尺，和垦丁沙埔插红旗，提醒民众唔通从事海上活动。那在东条线前往小琉球的游客，风险拍加交通船一定海。中昼起岛上阁还是乌云密布，落起大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